讲到咱全台湾宠物登记数量是超过逐年出生婴仔。台南安南区呢，这南行里就发布台南头一份家户动物调查，平均3户就1户有伫咧饲动物。不过确实有6成的宠物呢，拢无按这晶片。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人员是认为讲，就要先去了解这调查的状况，才会当对源头做管理。 民众捡倒摆4、5只狗对咧后壁叫流浪狗的问题，要安怎有效解决？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人员近来提议，会当以邻里为主体做家户动物调查。台南安南区南行里是全市头一个里落去调查，各个平均每3户有1户咧饲，其中是狗仔的占上济，所有6成的狗仔猫仔无入晶片。其实各地头同款有这个状况。因为新群结冻拢10外只、20只，囡仔啊、小朋友还是女性哦，当时啊，一只饲放就活来，活来，当时会甲你教。透过这第一届安尼来调查来了解哦，初步社区的这个动物的状况，但是这个晶片的部分哦，佫唔是遮能落实啦，哦，这是阮调查出来的这个初步的一个结果。台南发表头一个家户动物调查，安南区51里里长也来观摩意见交流。有里长讲，目前虽然伫生活甲原理有动物收容所，不过效果也是有限。动物处回应，即阵除了伫林潮社占地区，后续伫南区安南。 空拢会来设置，来找所在，看会当是毋是暂时来安置遮的流浪狗。莫讲咱验了后，佮放转来的范围，可能造成会有一寡饲人朋友无共的看法。有一寡迄个狗仔吼，较乖吼，较温柔的吼。TMV 啊了后，当社区做社区狗。 怎样讲呢？因为流浪狗有伊地域性嘛，所以你即摆总算有所有狗拢移除了，别个所在就可以入来。咱这社区内底嘛有一寡爱狗的人士，一寡流浪狗也袂歹，咱就社区就地认养。根据内部统计，全台厝内有饲宠物的数量要过280万，平均3至4户就人饲。不过也无都陆续入晶片，动作并建议各地头爱先对源头先管控，才通解决这个问题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